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，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之後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嘅消息啦。講翻上次場馬先，深紅紅終於交代到啦，細水長流就跑過第二啦，紅衣醒目第三啦，咁就係隻龍奧玲羅失望啲啦，全程外跌望空冇遮擋，轉彎前又用咗一段，入到直路就冇乜啦，頭六名都係我哋劃正嘅馬啦，咁就希望有幫到你揀到自己嘅心水啦。今日就繼續揀場馬同大家研究下。第二場四班1200米嘅賽事，預計會擺前面嘅馬就有自動自覺、幸運20同埋天下寵兒，步速呢就應該係正常嘅。狀態比較差嘅馬2號、4號、8號、10號、12號，可以畫咗先啦。狀態比較好嘅馬有自動自覺、翠湖烈風、電滿精英，呢啲呢神操睇都唔錯嘅，大家就可以喺劃剩嘅馬入邊揀自己嘅心水啦。咁我都揀咗我嘅心水俾大家參考下。首先係3號自動自覺，咁你話佢係咪好叻呢？又唔係，但係佢係好 fit 嘅。今次仲要抽到個一檔咁啱晒佢跑法啦。6號天下寵兒，狀態就 keep 到啦，佢同隻自動自覺其實一樣啦，都係擺前面走啦，二檔就絕對幫到佢啦，咁就睇周俊樂同潘頓到時控制個步速控制成點啦。7號翠湖烈風，神操睇佢呢就火噴噴噶啦，你睇翻佢上次嗰場呢，入直路，艾少禮就唔知做乜捐入去兩隻馬中間啦，隻海洋帝君出面呢，其實係有位嘅。衝得唔算順啦，但係後上嗰紮馬嚟講呢，翠湖烈風係追得最多嗰隻嚟嘅。今次就換阿巴度跑啦，睇下可唔可以攞位攞好少少啦。然後就係11號嘅電滿精英，狀態好啦，頭先都講過，又翻偉達道試閘睇落呢 OK 嘅，跑馬地 A 跑道呢個路程近過噶啦，一次第二，一次第四，嗰陣係孭緊83磅左右啦。今次3檔119磅，如果前面啲馬鬥燒嘅，翠湖烈風、電滿精英呢啲馬走入嚟咯。剩翻幸運20大回報福星小子，幸運20神操呢就上翻少少力嘅，大回報就睇落仲係有啲生啦。咁福星小子我就覺得佢上次係賺咗個慢步速啦，即都係擺前面貼住條欄嗰幾隻跑得好啲啦。睇下啱啱你心水啦。如果想知道我臨場收到咩消息、賭咩馬嘅朋友，就可以加入我呼風喚雨嘅群組啦。可以睇下我頻道嘅簡介或者發信息俾我查詢翻。咁就下個賽馬日再見，祝大家好運。